耶，粵語票要怎麼讀？就比如這電影票、門票，咁咪飛咯，戲飛、門飛、演唱會飛。交通工具呢？車飛、船飛。這粵語真簡單。那飛機票就是機票，不是飛機飛嗎？聽落都好弱智啦，飛機飛，唔同情況用法唔同啊嘛。那排隊拿號拿的那個票是票啊，還是飛？都唔係，用籌啊，攞籌啊。換一個，球的粵語怎麼說？咁咪波咯，例如啊打波、踢波、乒乓波、波衫波、鞋波、褲波嘛。哦，那排球就是讀排球。那打保齡球是考還是波啊？係碌拎啊！喂呀！咁粵語唔同情況用法唔同，你唔可以咁粒公式噶嘛？就沒有一個萬能的固定詞嗎？咁啊佬啊，高佬、肥佬、傻佬、懵佬、四川佬、湖南佬、福建佬、海南佬、廣西佬，乜都得。職業也行，賣菜佬、賣魚佬、賣雞佬、泥水佬、裝修佬、的士佬、巴士佬、小包佬。哦，那回到片頭，這開飛機的就是讀機師啊，唔係飛機佬啊。我不學。